继续是政坛消息，来看民进党2024立委的初选，今仔日开始来领表登记。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早起一透早，伫一阵议员甲里长的陪同下，来到台北市东部领表登记，嘛亲口来证实，伊要来投入士林大东区立委的初选。王世坚讲，15年前，伊就是伫这区选立委失败，伫遮跋倒，就爱伫遮爬起来。之所以无选中山北松山区，是因为一直以来，伊拢支持吴怡农，讲这个媒人婆袂当来就花轿，也毋过决定参选这区士林大东区，爱先甲现任的立委何志伟来对决。王世坚讲，这是正面的对决，伊尊重并且祝福对手。民进党立委初选登记头一天，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有议员里长的加油赞声，来到市东部领表登记，决定出战士林大东区立委。我信赖，但是不信邪，所以我来了。那选择士林大东区，很显然，其实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王世坚总算正式出战选区，因为伫咧林昌泽、吴怡农宣布无选2024立委了后，不管是中正艋舺或者是中山北松山，拢有人伫咧点名世坚啊出战。中山区跟大同区都是我的本命区，可是这2次立委的选举，我都积极的、全心全意的帮忙吴怡农。我就像是媒人婆一样，那哪有媒人婆上花轿的？不过，伫咧王世坚挑战要去国会时，爱先伫咧党内和现任的何志伟正面对决。大局条款只是建议，并不是强制。我尊重我的对手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隐含意义？其实没有。就算何志伟今麦暂时无回应，不过王世坚要出来选，毛政团话题吵甲热噗噗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